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时要来开始咱第一场的聚会，所以请甲大家手机啊，甲转做关机也是震动，互咱会当专心来敬拜上帝。咱即礼拜开始咱你嘛有看到咱座位的方面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做调整所以咱一个椅啊当椅啊就是坐倒边甲正边两个大家保持即个社交的距离。感谢，请走角。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旷寒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即时，请咱吟圣诗18首，我心俄勒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由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属平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今仔日的启应文是第59篇1105页。启应文59篇1105页。启应文59篇1105页。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得救。因为人的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叫？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偌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袂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要学了你，主啊，因为你是创造的主，你是全地的主宰，你是全地的上帝，全地拢伫你的业力的当中。阮要感谢主你，因为你将安尼管理的权柄赏赐予你所创造、你所听的正经儿。主啊，求你赦免阮所有一切犯的罪，因为阮看见伫旧年甲今年的中间，即个疫情继续伫安尼蔓延。主啊，阮要举起阮的手，阮要求你赦免阮有意甲无意所犯的罪，因为世间人拢犯罪，致使即个疫情阁有第二波、第三波。主啊，但是阮犹原对你有仰望。主啊，阮要常常举起阮圣洁的手。主啊，你来献上祈祷。主啊，阮毋是倚靠势力，毋是倚靠才能，主啊，是倚靠上帝你的神者甲你的手。主啊，求你怜悯，求你保守，互台湾的疫情甲全球的这疫情会当得到控制。主啊，互这个疫情会当得到主你的帮助甲控制，互阮会当恢复到原来的生活，互阮逐工伫生活的当中会当常常举起阮的手。会当为着即个疫情，为着阮的城市、阮的国家，所有的一切的事，阮拢交替伫主你的圣手的当中。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求你找你宝贵的保惠师，会当伫阮的当中，会当来提醒阮，互阮伫逐工的生活的当中，会当来读你的话，会当你来祈祷，互阮虽然伫疫情的当中，阮犹原三疼。不管伫小组，不管伫祈祷的当中，互阮互相来纪念，互阮会当常常来祈祷，常常来倚靠圣神来行。主啊，即时求你的圣神嘛，充满伫阮兄弟姊妹的当中，充满伫王牧师的喙，互伊喙所讲的，主啊，伊分享的话，会当互阮的心灵得到把助，会当激励阮，互阮会当行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的当中。
感谢你，求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要先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会定伫2月初1后礼拜二，上午9点要举行2022年新春青社礼拜。咱会邀请各圣歌队、甲学生、甲社青的牧区、甲儿童牧区献诗。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咱会后有地点的联谊，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是暂停。那欢迎兄弟姊妹会当伫线上，也是实体的方面，拢会当来参加，会当新春庆团圆。第二点，小会公告，本会定伫2月20礼拜上午9点举行2022年的定期好会，会后提供简单的暂米，敬请各单位的事工甲财务的报告，爱伫本主日前送到办公室，以利要编印好会手册。第二小点，本会定伫2月20日礼拜下晡5点举行侍奉者勉励参会，地点伫林乡宫餐厅。敬请各单位伫1月30礼拜日进前办公室来报名，以利参会倒数的备办。第三点，后礼拜主日1月30为嘉义日的主日，嘉义日要派罗仁贵牧师前来请安甲报告。敬请兄弟姊妹备办心奉献甲代祷。第四点，春节的假期，2月初2拜三下晡暗时8点的拜三祈祷会暂停一摆，因为迄天是迄个大年初2，敬请兄弟姊妹留意。咱办公室为1月31拜1到2月初4的拜5是农历新春的年假。除了1月初1拜2新春青社礼拜以外，办公室是无上班，敬请兄弟姊妹留意配合。第二大点，具体消息方面，合作社今仔日下晡2点半，合作社伫主堂召开社员大会。咱报道是为1点半到3点，到副堂遐报道。咱若超过时间，就无法摸彩券。请社员你带你的存款簿仔，甲囡仔，到副堂遐报道。那领取摸彩券甲纪念品券，会后要凭即个券会当领取纪念品甲果实。搁一遍甲你报告一下，咱这合作社今年伊即个签到甲领果实你袂当代签名。那你若毋是本人就袂当领即个摸彩券请大家留意你袂当帮别人签名所以即个社员你邀请本人就爱到合作社即个助学的贷款专按即个利率年息是0%这开始会当逐学期即个助学的贷款的额度若额满就停止受理所以若有要申请的会当紧申请那欢迎你若读即个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有意来贷款请向合作社来洽询办理。第三小点甲1月29到2月5日拜六到拜六因为逢即个春节的期间所以暂停服务。第二小点，信望爱册房伫本主日游园伫教会广场遐有福音的春联来贩卖若有需要的兄弟姊妹请到1楼的广场遐选买但教界消息咱请牧师。咱高雄中的妇女事工部要伫咱教会伫2月12举办妇女的祈祷训练，就是咱即马咧推行RPG 的祷告。地点伫咱的敬拜中心请咱姊妹姊妹牧区来小组长报名区牧才处理了咱的理事会队长，就是咱刘长娘来报名。第二就是咱教育部推动迄个抄写圣经的活动，今年
抄写的范围是约书亚记哈，原本是到正礼拜早起，要延期迄报名的时间到2月13，所以咱有意向来参与着中华抄圣经的活动，咱3甲2月13前配分干事来报名。第三，咱高雄中华商业部要举办南部的双年联谊花东的春季3日游吼，地点是台东花莲吼，费用是每人6000块吼，咱的坑长老来报名缴费，多谢。好，这是咱要来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短2节伫耶利米书第2章，咱要为20节读到21节。圣经耶利米书第2章20节到21节，因为2节尔，所以我会读2遍咱嘛会当做伙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2章20节。我伫古早的时剪你的担，偷开你的锁。你讲我袂顺服，因为你伫逐个关山顶，逐丛青翠的树骹，压落身躯行銀。21节，若是我捌栽种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的种子。你对伫我怎样变做别款葡萄树的歹枝啊？咱再来读一遍吼。耶利米书第2章20节。我伫古早的时剪你的担，偷开你的锁。你讲我毋顺服，因为你伫逐个关山顶，逐丛青翠的树骹，压落身躯行银。21节。若是我捌栽种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的种子。你对伫我怎样变做别款葡萄树的歹枝啊？这是赞美，咱要请妇女圣歌队。
即时讲到今仔日的题目是做一个有价值的葡萄树，咱请牧师。咱牧师、牧师娘，你为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过来几工，咱要过年吼。我相信大家对着过年拢期待厝诶人来团圆。咱无拍算，咱发现咱台湾有个新的疫情，着病人数已经到82个。咱教会不得不临时紧急来采取咱防疫诶新的措施。以咱咧紧张诶时，咱嘛常时爱为着咱诶台湾甲全球祈祷。我发觉全球若疫情无控制落来，台湾拢免不了会陷落即个疫情诶恐怖诶中间。伊迄时咱着爱常常以祈祷开始。咱教会咧扫 RPG 诶祷告，毋茫咱两三人三甲组织。为了彼此，为了国家的需要来祈祷。今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伫这台湾徛起，咱不能置之于事外，讲迄是国家的代志，甲我信仰无关系。国家的事就是咱的事，所以咱毋茫信仰中间，咱诚做一国家的一份子，咱爱举起咱的双手，为了国家的祈祷。今日咱通过耶利米书葡萄树的这假时，咱爱三个思考信仰的轨迹。咱必须要先了解讲，伊中东，伊当时会种植上济的农产品，就是葡萄。葡萄对咱来讲是无清爽的一笔。葡萄伫中部有一个足有名的葡萄叫做巨峰葡萄吼。除了咱台湾嘛有葡萄以外，伊当时的巴勒斯坦全国拢出产葡萄。圣经就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百姓因的信仰。伊旧约圣经中间一再形容以色列是上帝为因种造的葡萄树。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安尼讲，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伊所欢喜的树就是犹大人。尼上帝栽种这个葡萄树的目的是啥物？咱来看葡萄一般自然种植，绝对毋是要观赏的。伊是为着要结实累累，迄个葡萄要诚做人肉体需要，要诚做经济来源，所以葡萄会当做真济的农产品，葡萄干葡萄酒有真济的农产品。就是咱看到，伊今日经文中间第20节。耶和华上帝安尼讲：我伫古早的时压制你的胆，讨开你的锁。你讲我毋顺服，因为你伫遮个关山顶，伫达藏的树骹，屈落身躯行淫。这讲起一些百姓，伊过去，因的历史，因的祖先所行的，拢是背离上帝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呼召阿伯兰，就是后来改名做阿伯拉罕，讲你着要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一开始你来看到创世纪第12章，上帝呼召阿伯兰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你一定会想袂到讲，上帝无代无志，要爱阿伯兰离开这个所在。这故乡要创啥？就是你若你看约书亚记24章，你讲到，你就知影上帝爱阿伯兰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要创啥？伫约书亚记24章第2节讲，
在早恁的列祖就是阿比拉罕的老爸、拿福的老爸、他勒，踮伫大河迄边服侍别个上帝。所以了解，对伫当时阿必然的整个家族来看，整个家族拢是咧敬拜迄个神明，拢敬拜迄个别个神。等一下牧师会互你看因敬拜的神明生做怎样。所以上帝呼召阿必然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毋是去旅游，是爱伊离开迄个宗教偶像的环境，去到另外一个所在来专心独于敬拜耶和华，互伊无阁受到异教偶像的崇拜。就是咱看到，而且咱看到犹大国的百姓却拒绝敬拜上帝、服侍上帝，但因宁愿做一偶像的奴才，因就无愿意伫上帝属灵的中间来偷放自由。也意思讲，因甘愿做奴才啦，伊无爱做主人。靠人天行讲到这程度，无爱做主人，甘愿做奴才，是啊。甘愿做奴才，我会记，我台南师范院的古约教授郭敏牧师，伊讲，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主人？伊讲吼，奴才性，就是奴才，就是爱人一定目睭甲认真看。无甲看目睭，无看，就安那偷工减料。奴才性就是安那，爱人一直压伫伊的身躯边。伊讲颠倒边讲主人的，主人就是安那，你毋免派人伫边仔甲定定看，直直看。伊家己知影伊的存在，伊家己知影要伊做啥货，伊毋免人盯。所以伊家己会当控制伊要做代志的进度，要做代志的方向。这就是主人的性格，奴才就是爱人盯。所以，另外这咱看到，奴才性，就是伊无法度家己自主。亲像咱台湾人，互人用偶像崇拜咧拜，用孝道当做因拜祖先的理由。若用拜祖先来看，历代祖先敢拜招魂？袂呢？为什么？你像阮翁家，我捌去查阮的族谱，阮翁家伫嘉义县义德，算全台湾姓翁的上大的部落。所以有一个笑话讲，你若去庄仔头问讲，先生啊，迄翁姓要带地，你甲我报一好。迄人甲伊讲，阮遮拢姓翁，你要找谁？阮庄仔头规乡迄几乎拢姓翁啊。阮记得就出王振民教授，就以前做过讲道的吼，过身的。最近中研院院长王启慧、翁启辉，院长嘛是阮翁家的人。搁较早，司法院的大法官翁岳生，王月生嘛记得人。我算算诶，我诶族谱对会到诶，就对我阿祖翁定武开始来台湾开基线线种是另外即个咱想看觅，伊较早前，阮诶祖先翁家诶祖先对中国登山来到台湾。
迄祖先敢无伫个？祖先应该有伫个啊，那算日祖，应该啊一日，你若讲要拜吼，啊有效，一个祖先的方啊去找出来啊，啊甲拜啊，啊无伊的腰啊，种是了这咱看。若用民间传统的友好道来看，若祖先无甲拜，伊会甲你托梦的。安尼讲我无食，哦，安尼历代祖先拢来走来甲你找，啊你毋了惊死，你拜袂了。种事了真咱看着。耶和华上帝甲百姓讲：我古早的时。治你的担，偷你的色。这个担是啥物？这个担就是上帝法则，就是爱百姓明白，以色列百姓必须要服侍耶和华，毋但服侍遐异族异教。所以迄个担就是互上帝、互百姓伊个规范的规则。了解，通过这单的规范约束，互上帝百姓对上帝会当忠心。总是上帝讲，要偷伊的色。咱知影迄色的目的是啥物？色的目的就是要控制，就是控制的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束缚。上帝要毋望伊百姓伫属灵顶悬来得到透放，互因自由。总是咱看一些百姓，伊安那，伊对上帝的反应安怎讲？我要去见因的世家，甲因讲话，因为因捌耶和华，甲因的上帝法度。若是因当心治担，拍断别伊的手。所以，咱知影，伊通过这经文中间，上帝爱伊的百姓明白上帝法则，总是呢，这百姓这条故意无愿意服侍上帝。上帝敢要用这说来牵因行，总是安那，百姓会硬因的颔棍。了解，你若知影过去，迄做事的人要牵牛，迄牛若无要对你行的时阵，伊阿妈棍啊，硬插，无要对你行，你牵袂行。所以当时的犹大百姓对上帝态度就我毋顺服，硬因的心。所以另外咱看到，伊无愿意做上帝的仆，无愿意顺服伫真理的教示。了解，迄当时的南犹大国家是受到这周围的国家的包围，已经18个月。这期间有埃及的百姓要拯救伊，减轻因的危机，就是了解咱看到，迄当时的百姓啊，无愿意顺服上帝的教示，硬因的颔棍，所以因就愿意顺从迄当时的民间的宗教，叫做巴利宗教。了解，巴利宗教是啥物？巴利宗教就是因当时迄个民间宗教的神明。所以了解，咱看到，迄个百姓伊宁愿去选择巴利宗教，因却无愿意顺服上帝。上帝要用担放伫因的肩胛头，毋望照上帝的规矩来行，因无爱。可见，迄当时百姓是非常对上帝背逆。伫圣经内底《申命记》第12章咧，甲咱讲，你所要赶来新接的列国，既若因服侍遐个上帝的所在，无论伫关山、伫小山，你拢撞着清水的树骹，拢着毁坏因。
所以了这咱看到，因心只遐列国，无论关山小山，拢伫青水的树骹伊服侍。所以了这咱看到，百姓啊，伊甲上帝真理反倒顶颠倒并行，这个显出人的骄傲。当人的骄傲开始发生的时阵，人就自我做中心，人就袂用上帝做中心的时阵，人就袂顺探上帝真理。所以，当人失去对人的疼心，失去赦免人、包容人，失去对上帝信心的瓦克时，人就无法度活出这信仰的品格，人就陷落迄个骄傲的性命。所以了这咱看到，必着咧甲因讲，咱着自在准则来祈祷。所以咱看到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嘅祈祷，吩咐百姓，吩咐伊门徒爱谨慎祈祷，免得入迷惑。咱随时，咱拢会受到魔鬼撒旦环境的迷惑，互咱离开上帝。所以了解咱看到，迄当时南犹大国家，因安那，因你伫逐个关山顶、逐丛的青树的树骹，屈落身躯行人。伊个行人，毋是讲你去找迄个妓女啊，去找妓女个行人。伊是意思讲你甲上帝迄个关系，敢若是新娘甲新郎的关系。当你离开甲迄个新郎新娘迄个约的时，伊就行人。就做当时的百姓，因无伫上帝的约束的中间，迄约中间，因亲像行人的妇人人共款，对着别人世界去。所以了这咱看到，当时的南犹国家的百姓世界拢看会到什么？迄个偶像崇拜的分野。譬如讲，咱伫关山顶会看到什么大庙起庙，咱会伫对树骹会看到什么树仔公、石头公，所以咱看到世界拢有迄个偶像崇拜。迄当时的百姓伫巴日崇拜的下面，因选择拜遐的偶像，所以遐百姓亲像妓女共款，离开上帝的约，因去拜巴日宗教，因无愿意成做上帝的百姓，所以因也宣告：我无爱阁侍奉耶和华。所以上帝兴起北平的巴比伦帝国，来对当时的南犹大国家的一个侵略，才做一个执法。所以然后这咱看到，因才做埃及也是巴比伦的奴隶。不管先知以赛亚讲，目头悬的人也降价。所以了解咱看到，当人骄傲的时阵，人必须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伊的骄傲必然带来失败。所以咱做一个上帝的囝儿，咱甲上帝约，就是新郎甲新娘的关系。咱甲新郎新娘之间，迄个婚约中间，看到两性男女之间的迄个婚姻带来亲密，带来和谐，带来祝福。像是咱看到，当时南犹大国家，因就是安那背离了上帝迄个约，所以咱看到上帝对伫南犹大国家原本是要甲因看做好的葡萄树，无拍算变种成做野葡萄。所以伫耶利米书第20章21节来讲，若是我捌栽种你，是上顶的葡萄。了解，上顶的葡萄代表上帝看以色列是上好的，总是呢，犹大国家的百姓
无看做家己是上好的变种。所以上帝亲像迄个葡萄园的园丁共款，要开垦，要需要把迄个土地的石头刷走。迄石头亲像当时遐个外族偶像崇拜，迄石头会影响到迄当时的葡萄园的种植。所以种植的人拢知影，需要安那先清理土，先把这土石头啊无，先揢啊边啊，然后开始松土，对不对？松土了，较放种子落。上帝亲像迄个园丁共款，迄个做事的人共款，要开垦这个好的葡萄园，这个种子是上好的，干呢，种是的，因安那无珍惜。所以了解咱看到，迄当时的巴勒斯坦的葡萄上好的是红种的、红肉的，种是的，百姓无珍惜，上帝安尼用心计较种植的葡萄，因无珍惜迄个成分，因变种，所以咱看到，耶和华上帝甲迄当时的选民讲啊。讲，你对我怎样变做别款的葡萄树的歹枝啊？了解，咱看到，伫这经文中，咱知影，上帝对着犹大百姓真个决定，心内非常的艰苦心。我咧用心计较要栽培你，遐你变种啊，变质啊，恁放弃迄个尊贵修调的身份。因叫做别款歹枝啊，了解咱看到，迄当时的百姓对着当时的巴力宗教一拜，互上帝的好心拢无呀。所以了解咱看到，以赛亚书第5章安尼讲，伊毋茫结好的葡萄，无拍算结野葡萄，无拍算。这就是人的选择。人甘愿要做奴才，毋甘愿做主人。咱台湾历史过去嘛是安尼，台湾过去的政治历史来看，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台湾的400年史中间，拢是安那做人的奴才，拢互统治，无有一天咧做家己的主人。所以咱台湾讲一句话啊，台湾奴才性。人拢日本人形容咱台湾人啊，放牛搅沙袂做堆啊。讲到台湾人吼，袂团结。所以咱看到先知以赛亚，你讲到台湾人，讲到以色列百姓是酸个涩歹食的葡萄。这个葡萄酸个涩的葡萄，当然毋是上帝拣的，是以色列百姓的选择。所以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讲，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伊所欢喜的树就是犹大，伊所毋望的是公平，反倒有暴力；毋望是公义，反倒有叫用冤枉。百姓伊所行的，应该是照上帝期待，有上帝的公义。应该有上帝毋望，就是因行出来，拢是甲上帝期待颠倒并行。所以了这咱看到，伊圣经的内底，上帝互以色列百姓有迄打咧，看起来无所看起来是束缚的，总是互因灵是自由的，会当家己做主人。了这，而且我讲到，这也是我会想到一项代志。火车会当伫铁轨道自行咧行，真好，对不对？不过你想，火车咧行的时阵，伊必须要行铁轨道。啊，你是讲啊，火车嘛真无自由，干咱照铁轨道行。就是了解，你有想到无？火车伊就是照着铁轨道行，所以会当保证你平安安全。
总是咧，迄铁基路伫得啊，火车咧行，若无要顺的铁基路咧行时阵，伊走伫铁基路以外，造成啥物？就是冰车嘛，对不对？所以咱看到，迄个大看见是束缚，总是伫咱的信仰中间，伊确实带来自由。上帝真理中间看起来对咱真侪要求，总是却互咱灵内底得到完全的投保。另外，这咱看到，先知以赛亚第53章第6节咧讲，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所以，另外这咱看到，每一个人亲像迷失的羊共款，伊应该行主人看做好对的路，总是一寡羊安那。行的路是偏的路，互伊无法度转去到羊条食草料的所在。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迄当时上帝对百姓用心计较，开滚松头，甲遐石头摕走，总是百姓不认情，因要选择行家己的路。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这嘛是看到，亲像咱家己共款，对上帝真理，咱有时阵咱无愿意顺服，咱要选择行家己的路，直到哪，咱行的路愈来愈偏差，离上帝对咱的期待愈来愈远，真可惜。所以咱看到当时咱有大国家的葡萄的种一定变质啦。所以咱毋望咱的葡萄树。是愿意接受主人的真基啊！真基的目的是要生更较济。种植的人拢知影，你种植中间，你若无蔬果、无真基，你生的果子毋若袂水，是大粒、个水、个好甜、个好食。咱的性命也时常爱互上帝来甲咱真基修剪，咱爱受着上帝的管教。通过上帝真理管教咱，互咱行入上帝的道路。所以耶稣较讲一句话，伫约翰福音书第15章第1节到第8节安尼讲。咱做来读，预备来，拍摄。咱做来读，一起来。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枝若伫我的枝无结果子的，伊就撒撇；枝若结果子的，就互伊清气，互伊结实搁较济。我也点你恁，说出枝若无结连葡萄树，就袂家己结果子。你若无点你我，继续，毋是安尼，我就是葡萄树。恁若是去点伫我，我也点伫伊，就结果子济济。人3年，种落会做啥物？人若无点伫我，就袂气煞伫外面亲像鸡煞高达。人捡因落入火，就烧去。恁若点伫我，我的话点伫恁。既若所爱的，恁着求，就要甲恁食。结果子济济。对，安尼我的爸得了因，恁若要做我的学生，所以这咱知影，咱爱结连伫葡萄树迄个树头，咱就会结实累日。咱离开迄个葡萄树迄个树头，咱就袂结果子。我相信这道理咱听过几落届，就是了解重点来啊！你阿妹啊，结连伫迄个葡萄树，耶稣佮强调，伊是真的葡萄树。你比如着，迄当时迄百姓拜了上，迄拜了偶像，遐犹太领袖因对敌耶稣，所以耶稣卡伫这经根本就讲，我是真的葡萄树，因为真的葡萄树要创啊，是真正结连伫天父上帝，可以咱行出迄个见证。所以了解，咱看到，
咱要活出上帝迄见证，咱时常要结连伫主的内面。咱要常常伫上帝话语中间来结连做伙，来思考上帝，你爱我怎样活出你的款式？咱要常常思考上帝话，常常甲伊对话。所以昨暝阮小组咧做的时阵，阮读一本册叫《灵属灵的成长》这本册。这本册是韩国双语金圣坤牧师写的册。伊讲伊当伊信主了，伊就开始看到人破病时，伊心内有一个感动替人祈祷。伊看到人无信主，未信主，未洗礼，伊心内有一个感动要传福音互伊。伊心内有一个感动，上帝互伊感动就是毋望教会成做搁再生产的一个工厂，就是信徒信主了，毋是讲我洗礼了就好安尼，毋望接受门徒训练成做门徒，互伊会当有气力、有能力，继续去为主传福音，互每一个人通过这个循环中间，要看见基督的工人不断伊受栽培起来。所以了解主讲啥呢？点伫我也点伊，要结实节节。所以咱的信仰中间，咱要甲主结连，就是咱常常听主的话，咱常常思考上帝话。上帝，你爱我怎样行？你爱我怎样行出你看做好的见证？所以咱的生命的见证必然对主遐领受迄个营养的分，互咱的这树会当结出葡萄枝。所以了解，最后牧师要讲的，咱若无常常伫上帝的话语中间，咱会失落，咱会袂实。我做牧师我着一个月好讲道，一个月好带小组，安尼就好阮想要做安尼，一日过一日，度日度到70岁，就退休。了解，咱的生命做基督徒我着做长老，我着一年过一年安尼，着做安尼就好咱从来若无思考讲，伫咱的生命中间要安怎活出上帝爱的果子，咱着真正亏损。咱的这葡萄树就亏损伫上帝面前，因为咱无法度照上帝心意行出上帝爱的款式，咱无法度结出上帝爱的果子。所以了解，咱看到，咱看到主耶稣甲门徒做伙食饭，最后晚餐，主耶稣清楚甲门徒讲，咱中间有一个人出卖我，迄出卖我的人有才气伊无出世，伝道搁较好，伊无出世，伊袂出卖主的名。咱看到犹大为什么会出卖主耶稣？伊就是看钱比上帝较要紧。伊用30粒银来卖耶稣。了解，咱看到，咱的生命若看现主时的物质的生活，赢过咱属灵的生命的追求，咱就失去咱甲主结连的机会。所以咱知影，咱的生命受主结连的时阵，咱就爱成做结果子的树。所以有影伫加太书第5章20节安尼讲，若是圣神的果子，就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实、温柔、尊责。所以了解，伫咱的圣神的果子中间，咱会当靠圣神来活出上帝爱咱活出的见证。所以传福音结果子，毋是牧师的工课。是上帝爱咱这个葡萄树结连伫伊的树头，咱毋望咱这树头，这个葡萄树毋通变种，毋通变质，咱爱结连伫主的树内底，行出上帝爱咱活出的款式。所以昨伫阮兜的日出礼拜中间，陈牧师对阮有所鼓励，有所勉励。阮嘛期待，阮即个厝会去做，毋是伫阮兜3个人
去做的躯体。我毋望这个躯体是有功能的，是会当做幸福小组的，是会当传福音的，是兄弟姊妹会当三角结连、关心交易的所在。所以，伫咱的信仰中间，咱看到家庭是真要紧的一个根基。咱早前的长老教会的信仰真好的啥？咱的厝的长辈，逐工拢伫家庭中间起着这段，带家庭的人来祈祷、做礼拜、敬拜上帝，做家庭做一个中心。如今咱看时代演变，家庭的人兴起来起着这段无伊啊，换做牧师，牧师就爱逐礼拜带家庭礼拜，牧师有时无闲。带家庭礼拜时，迄个家庭的这段无伊啊，规个信仰就崩盘。所以了解咱看到，咱的葡萄树要起做的时，咱千万毋通照家己意思，咱千万爱照着上帝意思来行。所以上帝设立咱伫遮，毋是爱咱度日，毋是咱度年啊，是爱咱结果子。所以咱的节爱时常保持也好，互咱无通做，互咱袂做一变质的葡萄树，毋但袂变质，咱阁会当结果子。了解，这个是咱爱做的代志。毋望咱通过咱今日经文中间，咱来互相来勉励，亲像咱陈牧师讲的，尽力丰盛来扩展倍增增加倍增丰盛。所以，咱的性命要丰盛，咱就一定安那，常常伫主的树头中间结连，常常伫读圣经，常常伫聚会中间安那去看见真过我的主，互咱的性命会当结出结实的果子。咱通过咱的经文中间，咱来思考，咱来咱的回应诗，伫咱的回应诗中间，咱来唱回应诗，来回应咱的主。
咱这是咱三甲为着咱台湾的疫情，咱来祈祷恳求主怜悯互咱台湾这方的疫情让真紧来平息咱也为着咱教会，咱的2月20，咱的信徒合会的举行，以及2月20，咱事奉者的勉励餐会的筹备来举行咱为着咱的所有的团队，无论教牧团队、中级的团队、小组长的团队办公室干事的团队，咱三甲来为着这个来祈祷咱三甲开声，咱喊三声主，咱三甲开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们让三甲以主灵前来领受上帝你我的祝福。主啊，你是阮帮助阮，互阮成做你所结的葡萄树，互阮无变质伫主灵前，互阮会当自身伫上帝你的中间来敬拜，来服侍你。主你的是阮祝福，互阮的教会伫主灵前，无论阮教牧团队，是阮的中级团队。是阮的兄弟姊妹团队，是小组长的团队、办公室团队，主你大大施恩祝福，互咱每一个团队以主你的管手的主你大大兴起使用阮，互阮每一个团队拢受主你圣神的轨道的修饰，互阮会当为主你大大做工。主啊，为着台湾的目前疫情的严重，阮来祈祷，愿主你怜悯阮。主啊，你固守伫过去的防疫中间，勘察阮的疏忽，互阮遇到阮的疫情愈来愈扩大，互阮的疫情来进入严重的状态，互百姓落伫你紧张危险的处境。里面的上帝，恳求你怜悯阮讲阮，互阮会当以上帝你的管顾面，会当受主你帮助，互阮的疫情来得到帮助，台湾恢复健康，恢复过去的平静。愿主你是阮同祈祷。里面听完台湾，听完上帝，恳求你怜悯阮台湾。伫阮台湾的中间，主啊，目前拄着新的疫情，互阮台人落伫迄个危险、紧张、无平静的社会。恳求主你听阮祈祷，帮助阮，互阮台湾通过疫苗的注射，互阮的台湾这疫情来减轻。主你互阮的政府官员有智慧，面对这疫情的提升。会当找出好的方法来成就阮的帮助。主啊，恳求你怜悯阮，听阮祈祷。主你祝福阮的教会，互阮的教牧团队、中级团队、阮办公室的干事团，阮的小组长服侍，阮的兄弟姊妹的敬拜。愿主你是阮祝福阮的有从教会大大小小，以你管顾面每一个团队，主你坚固阮，手使阮开力。互阮所服侍的，真做你所欢喜的。主啊，恳求你怜悯眷顾，特别你的教会伫2月20阮要有好会，以及2月20的事奉者的勉励餐会，阮一切筹备，恳求你加添阮开力，互阮的筹备有主你引出内面，会当顺序来举行。恳求你祝福阮有从教会，互阮有从教会伫小组的运行，伫幸福小组。伫新生命讲座，这济济报道的事工中间，为着是阮要成做结果子的葡萄树，互真济无信的兄弟姊妹，因为阮所传的福音，因为阮所关心的方式，互因得到主你的拯救。愿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进入丰盛来培正拓展，互阮会当通过服侍，互主你的名得荣耀。恳求你听我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这是请结束来收奉献。
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主啊，阮一切所有的，主啊，拢是对你来。主啊，你是真的葡萄树，主啊，互阮会当结连伫你，不管伫奉献的当中，伫上帝你的话语的当中，伫祈祷的当中，主啊，阮将阮的奉献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主啊，求你30杯、60杯、100杯来祝福伫阮的当中，求你嘛建立阮的所献，会当成做圣工甲福音的路用。感谢主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祝福册签的诗歌394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祝祷咱请按牧师。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地，直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来倒避讳。